你干嘛你哦？你准备这？啊你举这？我是铲子超人呢。啊，哪会直接你摕土签啊？我用这游泳裤啊？我有甲你讲咱的主题啊，咱是要去散步百年的水路。百年水路对啊，就是要来省水啊。你是要收水？这后门呢？你老公啊？啥物我老公我？你老公啊？你唔好安尼冷静。百年的水路我看到水，啊你受着路。我受着路，我摕这因为吼，古早咱的前人呐，一定是慢慢啊，足侪人慢慢啊，一窟一窟安尼挖出来的水路啊，嘿，足感动，足感谢呢。啊你，遮辛苦挖出来，啊有迄水啊，你无去耍啊，你毋是对无？啊伊挖要创啥？我先去，你过来佚佗。我过来佚佗。收水。对，我这冲了500。我准备好啊，有人要做伙来嘛？好，有啦，咱的朋友，咱来问百年的水路对伊来讲是啥物意思？欢迎立冬。啊，立冬。耶！啊，百年的水路。啥物？今日女汉，你拖欠我游泳裤啊，伊摕烟枪。那你就无文化。你是咧创啥？因为水路啊，水路就是约会嘛，约会的所在嘛，所以就是爱散步，去约会，啊，就摕烟枪。你是去约会就对。而且恁这个节目做会晓找迄来宾呢，大概的来宾都适合这个主题。啊，你都有适合？我这届上适合。你安怎讲？这届上适合？因为我本人毕业于台湾科技大学营建工程系。而且我当初全国第17名考进去的。我做工电的嘛。安尼看人讲17名，我提出来讲的哦。专讲，真有勇气呢。5人万人，有厉害，这个勇气有厉害。但是我要问，你学这有啥物贡献？对咱的社会有啥物贡献？社会是溜溜秋秋啊，做着个目睭。无啦。因为阮学工电的，阮会帮这个社会做出侪，比如讲做桥啊，做桥嘛，伊是水利工程嘛，水路嘛是嘛，所以阮这有贡献。这互我，你做你的。我食过哦，我有牙周病。啊，互你食。我不爱，你工课无紧较跳出来。好啦，咱要散步百年的水路，到底是啥物款的水路无共的所在？咱来请咱的工课伴当天来介绍咱的导览先生。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当天。一条百年的水路会当见证一个城市的诞生甲变迁。那呢，咱会当为倒位踅去呢？请看 VCR。今仔日要行2条百年水路，一条伫台北的柳公圳，另外一条伫桃园的大圳。马上来欢迎咱头一位导览先生，文山学教父何文贤老师，欢迎！哇，欢迎！这位何老师哦，绝对是今仔专场，和耗子哥上界欣赏的一个人。为什么？老师42岁的退休啊！什么？我嘛欣赏啊！阿哥唔若退休尔，伊搁开上千万，带因兜规家伙仔全世界爽透透，呼呼！比你更高！
100万都在地起来，开1000万。足幸福的老师，我来讲，你等下一定哦，足侪问题要回答的，所以吼，你先去困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老师来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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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后一位要来欢迎的是咱桃园大圳的调查员寇上吴建义老师，欢迎。寇上，哇，寇上，欢迎。哦，这位寇上哦，伫桃园做这地方的调查已经25档的时间了。为这翕相机到无人机，为土面到天顶，所以这桃园哦每一个角角拢逃袂过寇上的观察。寇上来，请坐。来。哇，兴盛哈，首先我一定来问一下你的前辈，文山区的这个教父，干爹啦，哦，伊去环游世界，42岁你就退休啊？是，哪有迄个42岁退休，哪有法度？我进前是伫迄基金管理公司上班，互你操盘就对啦，吼。压力真大嘛，我是讲嘛有趁一寡钱，是，有够通开就好啊。我是讲，佫有人生佫有更较重要的代志会当做嘛，吼，所以我就先退休啊。退休了的时阵，我就主要就是讲会当带囡仔吼，规个厝的人去外国，敢算一个月啊，算较久的吼，安尼较有深度啦，较有印象较深刻安尼。拢总行几个国家？我有小可算一个，差不多45个国家啦。你嘞，我嘛是差不多40-50个。 40-50个，跟我差不多呢。啊，你开上1000万哦？阮4个人啊。我嘛4个人呢。哦，是哦。较早出国较俗嘛，伊即摆来讲，即摆佫愈贵，拢差不多加一倍啦。所以你世界安尼留一个，结果转来文山区。 是，我世界留一个，即摆住咧文山区。哦，是哦，有够熟的啦，天下无赔啦。生了嘛有淡薄仔你咧讲啥话？是的啦，假的。老师较缘投，好啦，差别伫咧迄一个退休啊，一个压袂啦，一个搁咧拼啦，一个搁咧拼。退休，我一个即想要退休。加油！哦，在谈。所以你研究文山区研究偌久？安尼20年啊。所以你在地？对，我42，其实我毋是算在地，我是公山人，算白漂族啦吼。来台积了，我就住伫遮，我感觉这文山区这真，这一个就是真新鲜、真趣味。我就算开始，可能退休啊时间真多嘛吼，无旅游，要做啥？我就浸伫咧文山区历史的研究。你研究就是愈研究愈有兴趣，就规个大文山区拢伫我研究的范围内底安尼。咱即摆咱这边的是台北的大圳，即摆桃园的大圳。你研究桃园大圳几档？在2000年差不多啦。你研究2000年，你这个愈好。西元2000年。西元2000年开始，所以你去互调着，去互这个桃园大圳调。其实我是研究大汉溪啦，因为桃园大圳的水是大汉溪出来。其实研究大汉溪溪底所有的水，足侪种的水。这桃园大圳是其中一个，也是上大港的。上大港，上大尾的意思对啊。我知影吼，桃园足侪迄个陂塘的，对无？所以伊迄大圳敢有连迄个陂塘，敢有连起来？桃园大圳的功能吼，甲咱人的动脉，大血管，血管。这个鼻啊吼，就是咱的五脏六腑甲大脑。你看，这个五脏六腑甲大脑若无水吼，就去啊。桃园大圳变死水，桃园大圳就是这功能。所以伊就是甲迄拢安连起来就对了。就是安尼桃园才挖起来。才挖起来。挖起来。就因为这条大圳，桃园有够大，有够大，真正需要。哎呀，哇，这趣味，这趣味。这趣味。安尼你想要先听台北的，还是听桃园的？我想要知影安怎较早的退休官。爱听老师。不要在那讲退休的代志。你无想要退休吗？我想要。对。啊，无咱台北的先来刘公主，来，有请老师。
这个庙嘛是算有274年的历史啊。哇哦！这石坑就是伫咧开天宫的下骹，伊这棚坑你看，宽度有215公分，宽度有180公分，啊你看这种一刀一刀，哦，甲站出来吼，春秋刚，哎呦喂！对面呢，佫有一个圆潭，啊你要过运的团就要渡过这新店溪。水流足强呢。所以要有技术，点的呢。要有技术。迄阵啊，时阵郭色柳先生就对这挖一个棚坑，挖12年，无法度人完成。那是因为你过往去。无过往，挖甲无钱啊。无钱。啊，无咱台北的先来刘公主，来，有请老师。大家好，我叫做何文贤，啊，目前伫台北市文山社区大学咧开课，啊，主要是带我的学员伫咱大文山地区行踏认捌在地的历史。啊，今日来主要是要来为大家介绍对新店引水的柳公圳。啊，后来我来请我来导览吼。来。这柳公圳呢，是郭色柳先生伊来开发的。啊，这郭色柳先生伫咧1736年对彰化到台北来，住伫咧咱台北市的中仑遐，要开信义区遐的产地。但是迄时阵拢无水准，拢干那靠陂塘尔。迄陂塘若有落雨有水，若无久无落雨，伊就打去啊，所以无法度通种植。啊，伊伫彰化有一个八宝圳，这郭色柳就是讲，若遮开圳应该是真好的生意。所以就开始找水路来开圳，所以伫1749年开20年的时间，把这个水路拍通了呢，开始灌溉咱台北东边的产地。啊，伊的路线就对新店遮，对新店溪遮引水，啊经过新店，啊然后到过这金马溪了呢，灌溉咱文山区这金马遮、大安、信义、上山，这较早拢是产地，所以台北东边遮就是靠这柳公圳来灌溉。但是咱知影台北上早开发的所在是西边，吼对艋舺这边遐开始开垦的。迄阵呢，灌溉的水路就是对咱金马溪引水。金马溪呢，较早叫做布里士溪。啊，布里士是原住民的讲法，就是讲真水的所在。所以因看这金马溪真水，所以叫做布里士溪。啊，这个咱这个水路就对金马溪来引水，所以叫做布里士圳来灌溉咱台北西边的产地。啊！伫1907年日本时代，甲这两个合并，所以咱即马伫台北拢听着干那柳公圳尔，袂记得讲啊，佫有一个武里士圳，啊，其实武里圳是上早的水圳，吼，啊，伫新店则就是大白林圳来灌溉，所以咱台北有3条上大的水圳，大白林圳、武里士圳甲柳公圳，吼，啊尾仔就这两个合并做伙，就是即马的柳公圳。所以，武力是你讲是这个平埔的语言，对，叫做真水的溪，对，武力士溪，啊，嘛有一种叫做干甲四季圳，哦，武力士圳，安尼较好记，武力士圳，武力士圳。啊，老师，古早时阵真正是慢慢挖出来的水路吗？是，隔天我有一个影片互大家看，迄是用石站啊供出来的水路。啊，这条水路上重要就是讲，伊有200公尺的棚坑。要甲水引入来，后壁咱当看到一寡影片，就当了解。哎呦，紧来，来，对。啊，搁来的时阵呢，咱来找这个水路对倒来。吼，咱头我讲伊的石坑，这石坑就是伫咧开天宫的下骹。哦。啊，这开天宫要去开天宫，就是对咱新店这运站出来了，会行新店街啊，行到路底就是开天宫。啊，伫遮的时阵呢，半路咱有拄着一间100年的饼店。哦，啊来遮当然嘛要找一寡互大家。来分享一下。哎呦，一开始就把你饼店的饼，哎呦，你搞做啦，卫生纸一个饼，卫生纸一个饼。啊，这间饼店吼，主要就是拢做新明的生意啦，吼，新明的生意拢有一寡寿桃啦、红菇啦，啊，甲咱传统节日的一类物件，但是嘛是会接受一寡订婚的时阵的订单，啊，这订单就是大饼。咱较早讲嫁查某囝，馅大饼嘛吼，啊，这就是讲这大饼就是叫咱讲个他讲就是日头饼，啊，日头饼毋是讲圆像日头啦吼，是讲较早的时阵，若要
嫁娶，啊是选一个良辰吉日，啊去女方迄边遐，哦，甲讲当时要来娶，爱叫做送日头。送日头，嘿，就是送日子的意思啦。甲迄当时要来娶的日子，甲女方讲，啊，迄阵就爱换礼去嘛吼，啊，其中大饼足重要的。啊，女方这边才收到这大饼就兴嘛，甲亲戚朋友讲啊，阮祖囝当时要嫁，吼，安尼顺就变成。就是把这个饼叫做日头饼，嘿，是送日头呢，足趣味的一个事。伊这个饼食起来足古早味的，哦，好食，这种有当归做的红来酥，当归酥，我足怀念的。郭长，你食的是啥物口味？口味哦。西呢？你搁早时阵要去学水路，传一块饼伫身躯边。你食几工安尼，足唔甘的，一家摕出食一喙，咱家己就了，搁甲包起来，啊，再搁继续学安尼。食3工。好食。好，继续。啊，咱就是到开天宫，那开天宫这个庙是拜这盘古大帝。吼，伫1740年伊开始挖这石坑的时阵呢，其实无顺利。无顺利是讲安尼请神明来斗3工，所以伫1751年，伊去大陆请盘古公来遮，甲保庇伊，迄个挖水路会当顺利。所以盘古大帝吼，盘古公，迄是宫廷家己拜的一个神明吼。啊，伊是刚才。对，你定来咧拜啊？我即摆无咧做。有拜有保庇啦吼，嘿是。盘古公嘛。嘿对，盘古公吼，啊所以这个庙嘛是算有274年的历史啊。哦，这久啊，当然即马有改建啦。咱即马这个庙是民国57年起的，啊，尾仔伊分开了，这个变成你拜地藏王菩萨，吼。啊，咱徛伫迄开天宫的边啊，就会当看到神殿溪，哦一张。哦，这神殿溪徛伫遮看足水的，哦，这神殿溪。啊，神殿溪遮有一条青潭溪，是伊的分支，伊的支流。迄阵啊，时阵郭雪柳先生就对遮挖一个棚坑，挖200公尺。你甲想看觅啊，迄阵拢无啥物机具嘛，干那用个石钻啊，安尼扩，啊，控200公尺的水路出来。所以伫咧迄厝下骹哦。嘿，伫这下骹，伫迄算咱讲的棚坑啦，伫山内底。啊，山内底伊这是要甲这水路对遮引出来，来灌溉咱台北的产地。哎呦！所以这个工程拢总开20年较完工的。哇！啊，伊家己挖12年，无法度人完成，尾仔是由大病人、5种的人。接手，继续来开垦，所以伫个1760年，这个棚坑啊通，所以这个棚坑拢总挖20担，是真无容易的工程。所以你讲伊挖12年，无法度通，是因为12年时阵伊过往去。无过往，挖甲无钱啊。无钱。啊尾也去倒总钱。对啊。伊就甲伊中华的财产拢卖掉，产地拢卖掉，啊规个压伫遮就对吧？哎呦！所以我若成功，伊就发啦；啊若无，伊就倒啊。哦，这原来咧播呢。啊，你无法度人个有时会甲人合作。像即种伊就甲大病人遮合作，因为我已经有进行一段时间啊，你会继续学。啊是啊，你伫新店遐的一寡水路的地，就会咱花用。哦。用即种方法来交换，嘿，互伊会当佫继续落安尼。哦，遮内底吼。嘿，伫个开天宫下骹4楼入去，啊入去的时阵，伊这棚坑你看，宽度有215公分，宽度有180公分。啊，地方是毋是看到一寡乌线？迄个乌线就是水云，吼水倒过的所在，啊有较悬。啊，你看这拢一刀，吼甲站出来吼，足粗的吼。手工。是拢手工，嘿，啊你看这纹路足粗的，就是拢用手工讲出来。吼，啊你看这壁顶有一个坑，啊恁感觉这个坑是要创啥？这个坑哦，嘿，就是坑饼啊，坑饼啊！你坑在你的身躯顶悬，你流花淡去嘛，啊你饼开咧遐嘛。啊，挖到一半忝啊，挖食一喙。对，这嘛是真有道理啦。对吧？啊，这个坑当初是因为内底拢黑暗嘛。啊，为着要照明，所以点迄油灯。啊，油灯，所以伊伫个壁顶拢有一坑安尼，就是要放油灯的所在。哦，互咱会当伫黑暗的这石坑内底会当继续挖。所以就两个人看到这当初你开发的一寡情形。等者，啊内底哪会半滴水都无？哦，即嘛台北都无产地啊，啊所以就无咧用啊。啊尾仔就是因为拢用莫达抽水嘛。吼，啊莫达抽水的时阵，这水坑就无咧用啊。啊，即摆无咧用啊。无咧用啊。
伊就变成是台北市的文化古迹。哦。哎，老师，安尼这敢会当看？会使，但是会使入去，哦，会当入去看。去吗？爱申请，爱有人带。哦，哦，你去，你讲啊，我要来看，伊袂互你看。你啊，比如讲我带你去，啊，我先登记，安尼就当看。好，啊，即马就乌船乌好啊，乌船好，真侪人牺牲。啊，牺牲了呢，为着要纪念遮个人呢，因就甲遮个人捡骨，捡骨就放伫咱这新店的迄个这面站的边仔遮，吼，万善同归，吼，这算是关系好兄弟。啊，因嘛毋知啥物人，啊，就牺牲去啊，啊，就拢在伫遮。祭拜遮的好兄弟来感谢因当初的牺牲，这嘛是算饮水思源的一个真好的精神。哎，好啊，恁搁回头前行呢，就看到这个水路，即摆水路的情形是安尼。啊，原地伊拢有边仔拢有违章占土地吼，啊，迄家庭的水拢放入乌草草。啊，伫2010年的时阵，新北市就甲整治甲一个水路，会当踮溪边散步，吼，溪边散步。所以这一寡，你看这有一寡树啊，水性植物，啊，所以你看咧，就介水，吼，真清幽，吼。啊是讲伊即马伊个水无流，啊，这咪变死水。哦对，你讲的无毋对，哎，浩子你讲个重点，这无流就会臭嘛吼，所以伊对新店区抽水入来。哦。伊即马甲这工程的时阵，甲分做2站，咱迄垃圾水甲放伫下骹站。啊，顶关水呢，就抽新店水的水入来，会变成活水。哦，安尼水就袂臭啊，吼，啊，就会当沿路散步。啊，咱搁回头前看，看到下过这个柳公圳有一个设施，哦，这就是有一个坑，啊，这个坑就是互水会当流过。引流啦。嘿，引流嘿，咱叫做这过水桥。啊，当初大平南船的12架支线，就会下过柳公圳，啊，因就用这个设施，互水会当流过柳公圳。灌溉对面迄边遐个产地，这有水行的对啊。有水行的，嘿嘿，所以这个叫过水桥，过水桥，嘿，过水桥哈。啊，这共款，咱这对新店引水到景尾溪的时阵，吼嘛是爱过景尾溪，啊，结果景尾溪的时阵嘛是爱做一个足大型的过水桥，啊，就是这个木景，这个木景用47支的插头甲凸开，啊，内底有一个空间会当互水流过，啊，这个讲咱这个讲叫做木景，景就是一个木甲一个看见的景，木景。啊，景尾呢，遮足侪厝遮做啦，就是木景的尾溜，所以咱景尾这个名就是木景的尾溜。哦，景尾出来是安尼，吼，景尾。无怪我想讲啊，景美那嘛叫景美，吼，美的美嘛，伊那叫尾溜的尾，景尾。结果是迄木景的上尾溜的所在，所以叫景尾。啊，新店这边叫做景头，哦，所以一条木景就有2个地名，三星吼，景头、景尾。啊，咱景尾的时阵，日本人来听伫咱台湾的，伊这个景，伊毋捌看过，无这个汉语啊，伊就改做风景的景。啊，风景的景甲木景的景拢是景，所以伊改过，但是名拢无变，拢叫做景尾。啊，伫个民国39年，景尾要设定。要叫做景尾镇，足歹听呢。风景的尾溜，吼，字面上看是安尼，所以迄阵啊时阵就甲改做景美，吼。但是你去在地，拢讲叫景尾。对，大家拢安尼。拢讲景尾，你若讲景尾，就表示你外地来。哦，嘿啊，咱你咧景啊，我要景这只马，啊，景这只马。其实我想讲，遮有咧饲马，结果毋是的。啊，咱就看这碧潭遮就真趣味，但是对面呢，佫有一个湾潭。啊，你袂去运的团就爱渡过这新店区，哦，所以即摆佫有这渡船伫遐。你若要去对面的湾潭，你就落30块，啊，会当过。但是即摆船啊伫对面对无？啊，你要安怎叫伊来甲你载？咱即摆伫碧潭遮要戆啊等，因为你看伫遐伊袂来甲你载，因为毋知你伫遐创啥。啊，无你甲休啊？甲休吼，啊休伊当做你笑的，因为真侪人嘛伫遐咧休。有一个较简单的方法，咱看下一张，用试的。饲电铃，哇，饲电铃哦，遮米伫遮，啊，咱甲试落，啊，足大声，你要试的时候较注意的，因为伊啊，互对面拢听会到啊，所以足大声，你试咦，啊，伊就听到这声，伊就船仔就来啊，啊，船仔是安怎来？咱来看一下即摆的梯度是安怎过的，哦，这是用人工过的吼，啊，这拢差不多伫个道光年间，吼，伫个一般国光年迄阵就开始有啊。啊，渡船差不多来5分钟，5分钟了，咱节目就免录啊，所以可以放较紧的哈。是，所以做技术，还有技术，哦，这足厉害。因用德哥摕嘛吼，所以技术真好，啊，一抓30块，家己落钱安尼。
嘿。啊，若是无过这个路啊，要去要安怎去对无？你大概去菲律宾。行迄碧潭的吊桥，吊桥了，搁爬和美山、和美山，搁爬过，你差不多来50分钟安尼。哦。所以你开30块5分钟就到。30块解落啊，卖省啊。够去到电影呢。对，迄边遐嘛真水吼，迄边遐因为遐是算较阴水的所在，所以无咧开发，做原始的。啊嘛有一个土炭坑伫遐，啊嘛会当顺续去遐看。哦，所以若有闲呢，欢迎大家会当看石坑、看水路，啊嘛会当坐这台湾唯一的这个咱讲这艇船去对面来耍耍的。吼，我多谢大家。哇，够精彩的啦！有够好听的故事。我无想过2025年的台北，阁有一种过河哎呀，恁讲太多咧，搁爱饲电铃，这你敢想得到？讲到我即摆想要去甲饲看嘛，奇怪咩？啊，你若家己一个，你就独享哦，干那服务你尔。我包准呢，包准嘿。讲一个嘛30。30，嘿，啊10个人嘛一个30。啊，伊会等人来无？比如无讲10个人来，伊就过过。会当载偌济人？伤济差不多10几个，哦，爱穿迄个救生衣。拄则你讲对面迄叫啥物？湾潭。湾潭嘛。湾潭嘿。啊，遐有啥物好食的无？哦，遐拢种力得笋。哦，你得笋，但是拢有爆啊，档口伊迄普拢是无店啊。无店哦。拢完全无店，因为都无人开发啦。安尼我就歹落啊，安尼好算啦。我啦，你会当去看，会当去看。时间过来，我吃哦。可能有延长。你会当坐脚踏车去遐徛。徛地尾啊，爱当钓鱼啊。对呢，遐个无车，无车，嘿啊。哎，安尼好，安尼好吼。啊，头前遐个有迄一寡水上的活动丽江有无？伫遐拢会当耍啊。会使翕，这翕在。嘿，这袂歹啦。安尼我再甲你看。有闲会当去耍耍。感谢，谢谢。好，啊，刘光俊刷来，哦。靠上，套红大船来哦。大汉溪伫古早的时阵叫做淡水河。我今仔日为阮大家跳落去吼，你大条条浮起来，降一条水啦。哦，降一条哦。这里内底就是安尼吼，顶头个水直滴落来哦，而且工课的人哦，真正要拼性命啦。你内底出代志哦，就是无法度啊啦，有真济女性，赶快你做这个为这个通大船的工。11月初的时阵哦，花采节。哎呀，望水机啊，要安那翕相较水。安尼。哦。你教一个教父安那翕相。你家己发挥。哦，你安尼是采花的。啊，刘光俊刷来，哦。靠上，套红大船来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通大溪来的魏建义，哦，以下就是我的对阮通大船的介绍。水。阮通市即马呢，如今的阮的人口吼230万人，吼，咱这个岛洋顶头吼，但这边上大边这边吼，通大地足悬的，古早的人要来开垦的时阵啊，你无法度，规个遮悬的所在，靠岸。搭啊，大家就来挖，啊挖的时阵哦，南部平地甲挖一窟来囤水，或做温啊。北部呢，土骹是粗的，啊是免来挖一半就好，下骹甲围起来，迄叫做鼻啊，围起来才是鼻啊。所以阮通大地吼，古早人讲有几千个啦，几百个啦，现在是几百个才会鼻啊伫遮。啊，毋过这是看天啊，天若落雨伊才有水啊。吼，啊，在日本时代的时阵吼，日本人挡袂牢，讲哎，这无法度，这规个吼靠岸，吼啊无法度建造，无法度开发，无采遐大地的所在，啊要安怎呢？就是讲啊，要来找一缸水，要搭些水，遮一缸，藏喺土骹底，吼，安尼行到遮来，啊开始来灌溉规个塘，安尼，吼，啊今仔日要来讲的就是讲，这个船一般咱拢看会到的吼，啊嘛是，咱别县市嘛有啊，嘛有足侪船的啊。问题是，咱来讲一个无可取代的，就是我讲的吼，这个
伫涂骹底这条桃园大圳。啊，续来介绍吼，这个桃园大圳有偌快？就一角，你涂骹底哦，快3米，悬5米伫遮，安尼走走16公里，安尼来讲。 26，主准25、26，吼，啊，甲来你涂骹底就超过一半， OK， 安尼，吼，啊，所以这个为这个阮石门水库大家拢知影，石门水库下骹吼出大汉溪的水，先讲哦，大汉溪是大汉溪，大汉溪伫古早的时阵叫做淡水河，啊，有当时人会讲啊，听无，哪有什么大汉溪个淡水河？我今仔日为阮大家跳落去吼，差不多6点钟哦，你大条埕浮起来，安尼了解？降一条水啦。哦，降一条哦。因为这国民政府来台湾了吼，伊甲这个上迄个淡水河顶头迄个所在吼，诶水的名甲改做大汉溪啦。哦，其实是安尼吼。啊，这个水你嘛看，这恁的船啊，安尼低低啊行啊，搁拉三吼。这是桃园大圳每一年吼，拢伫个年中还是年尾开始吼，会做一个检查整理，所以爱开2礼拜时间，甲伊水吼捞完，降水位，捞到剩拍浸着骹，啊有的所在吼观光客去哦，浸到骹头有安尼的所在，吼，所以我主要讲这个磅空哦，是磅安尼尔，你来来看这个影像吼，这就是桃园大圳，吼我去关行几啊遍啦，吼，因为阮大溪人吼。有另外一种个性啦，出世来佚佗，出世来佚佗，世界佚佗啦，因为阮照我佚佗的，大溪老街啊，搁山顶啊，弄，听我走来走去啊，这里内底就是安尼吼，顶头搁有水滴落来哦，然后搁有井堑伫顶头，安尼修理工就对顶头，你讲啥物咧？井堑，是讲伊即马10外公里的一个好事讲伫涂骹底，啊，万一大家讲，那是踢着还是袂顺啊？是安怎？是毋是会使为顶头一个敢若井安尼吼，一直去到顶头的涂骹，井深差不多27米，啊，这是别人画，这是别人画。对啊。而且画，而且工课的人吼，绝对是无穿衫的啦。绝对无穿衫的。啊，阮大溪人暗暝蒙啊，你无可能用蜡镜嘛，所以阮用红灰。哦，硫磺灰，红灰就是人咧放鱼啊，哎，对，伫阮山区路啊，硫红灰，安尼吼，我咧讲红灰顶安尼来，过来就是讲这个桃园大圳吼，真了不起的所在，就是讲这真正拼性命啦。你来这出代志哦，就是无法度啊啦，因为你到要甲拖出来，迄嘛较长，吼啊难度真悬，啊，毋过真侪人无爱做啊，啊，搁迄个时阵做迄个时阵吼。人工较欠，所以呢，这个桃园大圳有真侪女性，查某个哦，来共款你做这个画这个桃园大圳的工课，真正找无啦，真正有真侪故事伫内底，安尼吼。啊，搁倒来就是讲，这个桃园大圳我主要讲迄个一个磅空啊，井堑啊，还是安怎吼，修理工啊，因边啊吼。嘛有一寡佚佗的所在啦，因为我涂骹底就袂算哩啊吼，佚佗所在，比如讲这个涂骹咧平平，这是高路，这高路你看平平，毋是哦，这是足假的，伫迄个在日本时代吼，有一个咱台湾有一个听人讲，清朝有迄个嘉庆君游台湾，日本时代咧，日本迄个皇太子游台湾。对，伊后来是天皇昭和啊，昭和天皇伊未上位的时阵吼，伊是太子爷放风声讲要来游台湾，为啥要来游台湾？台湾有迄个12景，吼8风景区安尼，拢有20个，因日本人都会来佚佗就对啊。太子爷要来，无咱欢迎太子爷来做这条路，或者宜城高路。一般的高路吼，咱拢行过的高路，就是讲有楼梯仔嘛，爬甲足艰苦的哦。这条高路的特色就是拢厝架，拢白啦。太子爷的身躯袂使乌白害呀，一讲咱挡袂牢。搁一个理由啦，其实吼，阮在政的人是讲，咱主要是要担本担吼，来去担货就对啊啦。楼梯仔嘛咧行足忝的，你若行厝的路袂忝。咱去爬山，你就知影，你尽量行厝架，莫行楼梯仔嘛。你就一个足后爬。对。啊，这个特色伫遮，啊，这个一去吼，下骹就是阮桃园大圳迄边迄
一个维修口，你用伫遐看，通大船啊，遮大港的水对对啊吼。吼，啊过来吼，啊搁转来讲遮，吼，即个大船吼，你看看即个工程的三面光，这是日本时代，这国民政府后来啊，吼，分两个阶段一直咧做了对啊。即个讲，咱主要有讲到就是讲迄个水桥，贵水桥，我叫做水桥啦吼。水桥内底就是安尼啊，主要安尼是咩咩角无，先深迄个水桥，这个是水桥。国民政府来了后，佫做的。啊，无日本时代做的时阵吼，迄个内底磅空规上水啊，甲去贴起来，规个壁拢水啊，吼。啊，因为吼，这是算上真要紧的一个大船，啊，毋过嘛是小朋友啦，啊无200多年，吼，安尼啊，即个水你甲看，啊，那白泡毋是即个。伊这落差真大，吼，足悬所来冲落来吼，水落咧白泡泡，就是讲。内底有鱼啊吗？对，我都会讲，有这个泡表示说水有怕渗透啦，吼，阮的农田水利会，农田水利会有办活动讲，啊，既然咱要来整理，要来整修啊，不如吼，互咱社会大众来看讲咱桃园大船洗做啥款。为什么要安尼呢？你若亲自来参与者，你就行到这个所在，你就介意这个所在，你有感情，欢喜有感情，然后你就拥护伊，啊，你再拜托政府讲，咱就继续来拥护好，安尼。伊桃园是一个工业大县，吼，啊，毋过呢，伊嘛是一个农业大县的，吼。农业种稻啊，系哦。即个全台湾草花吼，草花业上大的就是阮桃园的，你毋知影吼？叫草花，种花哦。草花叶是啥花？草花叶，啥物花？草花就是讲吼，玫瑰花，波斯菊，来啊，仙人掌，哦，迄个其他去花园机摆场， pose，摆 pose，摆 pose，哎，就胖的呢。这叫波斯菊哦。那是即个单叶的，哇。迄个花吼单叶的波斯菊，啊那叮叮塔塔，迄个百日草有2种，安尼。对，这是单叶的。今仔日这规叶的啦，一叶的尔，波斯菊安尼。啊，这个大汉溪底吼，有足侪湿地，啊，足侪农河坡地，啊，农船地，啊，个水稻三小班，花卉三小班，拢伫这个溪底就对啊。吼啊，当年吼，咱11月初的时阵吼，如迄个花彩节，桃园的花彩节，伊的主场就是伫阮大溪啊。所以迄个时阵，阮去，阮会使采花的意思吗？袂使。啊。是要看花，采花你也去买花啦，因为吼，这个花，这个是绿肥呢，这是肥了，绿肥伊是要伫咧涂骹底，互大家看的。这做肥料足可惜呢。遮水着。哎，迄若望水机啊，要安那翕相较水。要安那翕相哦。哎，来较大，较大。安行情较好啦。嗯呐。安尼。哦。那有看到，敢若无看到。无啊，这就是新秘密。哦，新秘密安尼啊。啊，有哪无的感觉你？啊，男朋友讨厌就安尼。啊，无听话，无听话。你教一个教父安那翕相。哈？个？你教安那 pose 来安那用这个水。你若是摕到这，你家己发挥。啊 pose。哦，你安尼是采花朵。你敢若咧讲偷看呢？你这是哪？新秘密。这就水啦，水啊。所以爱11月去就会看到咱这个对，你对。土司叫的。这个水哦，清气，因为这个大汉溪嘛，山底出来哦。各位，阮主要讲的桃园大船，甲阮大溪吼，讲起来是淡水河无毋对，啊，不过伊佫加一个名出来，足歹念的，叫做自来水水源水质保护区。阮大溪的水哦，迄是人要啉的水。啊，佮阮大汉溪底有足侪这个湿地。哦，即摆最近咱的旅游吼，就有流行这个湿地，吼，诶所在啦，来去看迄湿地皮塘啊，遐物件吼。另外，佫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吼，阮遐有 U bike， 大概嘛 U bike 啊，毋是，阮的湿地边有 U bike。啊，咱讲的即个桃园大船边啊，嘛有 U bike。哦，比如讲，离阮石门水库下骹，就是阮桃园大船的入水口啊。啊，你用啥骑脚踏车，你就往北一直骑，骑到倒位，骑到8里。哦，种你看较正哦。脚踏车的专用道，专用道哦，哎，这会使哦，这安全哦，安全。啊，而且佫有一个特色，阮的脚踏车吼，一直骑吼，拢树尾啊，
边仔拢树尾啊，你甲你炸，你袂安尼吹风拍一安尼。吼，啊，你徛徛一个，哎，大溪老街教啊，无来去洗一个。哦。你徛徛一个，哎，湿地，吼，月白湿地11月底年底时阵吼，400丛的红色的落羽松。哇！种伫水边啊，400变800。这算是秘密景点呢。啊，佫徛个哎，甲英哥啊，吼，甲新北市啊嘛，一直去哦，啊，佚佗甲巴黎安尼啦。哦，安尼水安尼。啊，你佫坐这温，佫转来就好啊。其实这是一个咱这个大台北的这个生活区啦。好，这安尼用安尼甲牵起来对啊。啊，这个桃园大圳其实是阮台湾溪底吼。一个水资源的其中之一，安尼尔啦。佮有石门水库啊，吼，佮有阮的安平啊，安平有人讲姜母岛有无？嘛是同款有报道安尼啦。迄阵的，这人工爱过来好啊，来讲这个故事。系啊，老师来3集。对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。真正吼，果然是这100年的水路，这眼睛看的拢是故事，对无？哦，这讲100工嘛讲袂完。但是你巴肚会枵无？拢无食到物件有看到物件，无食到物件，真正有枵起来。来啊，这加分题哦，就是哦，你看这尔有历史的所在，就一定有啥？一定有迄种吼无食袂当的老店。咱今仔日水准有100年老店。啊，毋过咱今仔日无法度把这老店哦搬来现场。啊，毋过咱导览先生有传加分题，进来看卖啊，是啥物款的好料？行啦！皮着味啊！哎呦，就要，潘讲啦！哇！这间店对1938年开到即嘛，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啦。安尼。好食，这到楼感觉好食。咱的好子，几个人拢活起来。规拢活起来，汤圆的活鱼，来。这届来提是鲟龙鱼。鲟龙鱼，我是真正做想要赢诶。哇！东酥都棒啊！有够入味啊！当头太饭啊！你还佫有无？老师啊，你也无食，嘿啊，你就管管就好，你也无要食，你也好食，嘿啊，真好食。有够香。到底是柳公圳还是桃园大圳？开票！哎呀！咱今仔日的导览先生有传哦，进来看卖啊，是啥物款的好料？行啦！皮着味啊！哎呦，就要，潘讲啦！哇！这冬粉的吼。哇，冬粉呐！这是冬粉，嘿，这是这鱼啊，应该是库藏炸来吧？哦，对嘛？活鱼。哎呦，啊，倒一个要先食较好哈。你感我觉？是较想要食这。你食小小是？嘿，有汤的先啉一下汤嘞。来啊！来，加油！老师，来，哦。这是什么典故？什么故事？这是咱景尾吼，这间店对1938年开到即嘛，日本时代叫做义兴公共食堂，吼，啊，就国民政府来，伊就改做义兴楼，吼，啊，这个叫做蛋酥冬粉。蛋酥冬粉，咱会普通讲两素冬粉，但在地人讲两色冬粉。两色冬粉，嘿，两色冬粉，在地你讲的啦，吼。啊，这两色冬粉，伊就是讲，咱顶悬看，这就是迄个用卵先去甲煎过。吼，啊用大，嘿对，吼，这就很够酥。啊，就是咱迄个算用大骨控汤嘛，吼，做汤底。啊，伊其实个料拢足俗的，比如讲用迄个笋丝，哦，啊，迄个青葱，啊，迄个香菇，肉丝，吼，安尼，啊，顶悬煮好的时阵，甲两酥，哎呀喂，啊，其实这物件是足俗的物件，啊，过去咱无啥物。资源嘛吼，有煮甲欠缺，啊，所以这个物件就好食。好食，这到楼感觉好食。啊，很够一看，咱的好子几个人拢活起来。对啊。我甲肉丝，我等你甲肉丝。哎，住伫咱景尾遐久也无去食过。对，你也无甲我介绍。怪吧？你若老弟看到我，你嘛甲叫者来食，做来食。啊，这间店吼，拢在地人去食啦，过去拢在地人去食。啊，我逐摆去食，看伊咧生意拢做无好诶。做稀微的，做无好。第4代你食，啊，我是讲，哦，这毋知当时的手开，结果伫个二矿
19年啊，米其林比登给人家推荐啦。安尼，哇，弄了时候成绩算好开啦。安尼，嘿，因为即马这台湾这古早味愈来愈少，对对对越来越少，一个传统的，老师，我看你今麦已经有一票啊，你看食了了，好食哦，康康好食哦。这白笋来食无啦。感觉安那，感觉安那，伊淡薄仔迄汤头啊，就大骨的香嘛，大骨大啊，佮淡薄仔酸味啊酸味，微酸又酸，顺时酸丝的对酸，淡薄仔酸酸安尼，安尼真你很浓。拄仔毋是食2粒便当，我搁食烟肠，对吃，啊，头早搁食迄大饼你。搁大汉药，你来我们家探食。啊，即摆搁摇，愈食愈摇。愈食愈摇，搁食别项。嘿，够鱼啊！来，汤圆的活鱼来，汤圆的活鱼来，哦，拢甲你切好势，拢切好势。哎呦，老师来哦，老师慢慢来。哎呦，这敢是咱这个石门水库的。系，这石门活鱼，石门活鱼啊，嘿，石门活鱼通上大尾。这一块肉你遮大地，啊，这是啥物鱼？这届来摕是鲟龙鱼。鲟龙，你真正做想要赢诶，你讲你看鲟龙鱼。鲟龙鱼其实阮桃园的这个活鱼吼，伊是主要是讲桃园的鱼啊，加伊的手路，安尼就对啊。手路。哇，中酥足香诶，有味啊！当头大饭啊！哦，这有够好食呢。啊，这个其实吼，咱一般食鱼的时候，有人讲食了别个鱼啊，讲啊，这有臭头，有无？啊，其实有的人食甲海鱼啊嘛，你讲啊，这有臭头，表示讲家己足朴安尼啊。哎呀，够臭头味。对啊，啊，唔知真奇怪吼。啊，其实哦，石门话，咱一般加水鱼是有臭头无唔对。所以阮石门话有一个特色，特色哦。你看石门水库是这个差不多60年前起好的。啊，起好做石门水库以前哦，规个溪底拢大人呢。都叫做庄仔头。啊，即马水库啊做起来，规个拢浸水啊，庄仔头都淹掉。饮起来。啊，遐个庄仔头的人要安怎？大个水库边啊，附近安尼吼。即个水我都甲规个庄头啊，规个庄头安尼，规个毋是规个哦，规个庄头淹掉去哦，这水有足大个。水大鱼就大。所以桃园上大尾就是这。老师，系，我有一个问题，系。鱼还搁有无？应该讲老师你定来食，你这盘应该。老师啊，你也无食，嘿啊，你就管出来了，你也无要食，你就管出来了，你也好食，嘿啊，真好食。无重点是，这间叫啥物名啊？哈，没啊。爱支持一下啊即！个咱阮大家同我共款，大家拢你路中问我讲，倒一间上好食？我后壁几个经理看我啦讲，我是安怎讲？你头头讲，你头头讲，细声讲。袂使，你我直接。我未讲过，你细声讲。大概小吹着，你知无？这足危险的，性命危险。拜托个啦，石门水库，石门水库，我看你也是甲点你拢唔爱甲我点名，拢唔爱甲我讲，点名拢唔爱甲我讲。好，来提出来投票啦！4秒啊！根本几啊怪啊！唔讲就是唔讲，吹叫哎呦！你给我建议啊，都不建议我。不建议，建议不建议？这不能建议。来，大伙后面要几票？来哦！到底是柳公圳还是桃园大圳？足紧张的，足紧张的。来，3秒、2秒、1秒，开票！哎呀！差一点点啊，差一点点啊！我本来要投予你，结果你唔甲我讲。对啊，我嘛是。真好食，你去看走，我无多投予你啊！有够好食的。我建议拢坏。哎呀，可笑，但是哦，今仔日这无输赢，真正无输赢。因为讲哦，你这柳公圳也好，还是桃园大圳也好，其实讲哦，阮咱环游世界，我嘛去迄个迄西班牙，有无西班牙？塞戈维亚、塞戈维亚，遐嘛是咧看人的即个水道桥，对无？啊，咱去即个京都，即个南禅寺，嘛是咧看人的水道桥。啊，今仔日咱台湾嘛是有即个水道桥，对无？啊，咱今仔日宣传了，外国人就来看咱台湾的水道桥，是毋是安尼？感谢两位老师，谢谢。啊，私底下甲我讲，迄间到底叫啥物？好无？拜托你，谢谢。
这款。那我慢哎，观众朋友哦，做伙来去佚佗这个水路啦，吼。水路。啊，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，欢迎报名海导览先生，讲互大家听哦。咱的节目拢是台语台顶悬，拢会使继续看海导览先生。咱后集来相会，拜拜。感谢两位老师，感谢。太好食，太好食，好吃哦。有够好食啦！都好食。啊，咱不爱讲啦。对。